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木 Sir 咧繼續打算同大家講下關於一啲唐朝嘅歷史。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最近喺網絡上咧都聽到一句歇後語，就叫做武則天喪夫。咁即係咩咧？失去理智。係啦，冇錯啦。我哋今次咧就講李治啦。咁李治咧就係唐高宗。咁基本上咧，我哋喺整段嘅唐朝歷史當中咧，我哋基本上比較多咧就講到唐太宗啦，同埋呢個唐玄宗啦。咁唐高宗呢個咧，介乎喺兩者之間嘅一個中間點咧，界係啦。咁介乎喺呢兩者中間嘅呢一個點咧，我哋比較少講。咁我哋今集咧就講下李治嘅一生。咁啊，李治咧就出生喺呢個公元嘅628年，咁佢咧就係唐太宗。咁呢個李治咧，其實咧佢就係唐太宗咧呢個李世民同埋長孫皇后第三個仔。咁啊，本身咧就排名第9嘅。咁點解排名第9，最後可以做到皇帝咧？當然有好多因由啦。咁呢個唐代嘅宮鬥咧都係好嚴重嘅，即係由佢阿爸咧李世民當年咧都係玄武門之變奪位。咁而佢咧本身咧就身為一個相對幸福嘅呢個家庭啦，因為佢本身出自呢個皇后嘅仔啊嘛。咁但係咧佢喺9歲嘅時候咧，佢阿媽咧長孫皇后咧就過身啦。咁佢仲有2個阿哥係同父同母所生嘅。咁最大嗰個咧就係原本嘅。咁當時咧佢嘅大阿哥咧就係原本嘅太子李承乾啦，同埋佢另一個阿哥咧係魏王阿李泰咧，兩個人之間咧其實勢成水火，咁啊互相爭寵啦。一個咧就睇唔慣另一個咧得到阿爸嘅偏愛啦，咁而另一個咧攞住太子之位，咁所以咧李承乾咧就多次咧想謀害佢李治嘅二哥，即係呢個李泰。咁但係咧係失敗，最終咧就被貶為庶人咧踢出去。咁然後之後咧，呢個李泰又如何咧？雖然佢都係長孫皇后所生，係第2個仔，咁但係咧呢一個人咧嘅性格上邊咧，李世民認為咧，只要佢一做到皇帝咧，會迫害兄弟，所以後期咧都將佢踢走咗。咁就踢離開咗咧呢個長安啦，咁去咗呢個化州，即係其實今天嘅湖北省喺隔離嘅啫。咁然之後咧，所以呢個李治咧就順理成章作為長孫皇后同埋李世民所生嘅仔咧，就成為太子。咁李世民咧就培養呢個仔啦，李治啦。咁大概16歲嘅時候咧，佢正式咧就攞到太子之位啦。咁一邊咧就帶佢咧就上朝啦，就旁聽啦，去即係教佢點樣處理政務啦。咁李世民咧仲留低咗啲重要嘅幫手交俾佢，包括咗咧就長孫皇后嘅呢個阿哥，咁咧呢個長孫無忌即係國舅爺啦。咁同埋咧呢個名將咧呢個褚遂良等等。咁呢啲咧可以話咧係令到咧呢個李治接位嘅時候咧，能夠有一班元老級嘅呢個集團咧可以輔助佢。咁呢個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女人咧出現咗。咁我哋之前咧都曾經拍過一集咧，專門講佢噶啦，就係武則天。係啦，冇錯。咁武則天咧，我簡單講講啦。佢原本咧就係唐朝開國功臣咧呢個武士鑊嘅第2個女。咁10幾歲嘅時間咧，就已經俾呢個李世民咧就係徵召咧就入咗宮啦，咁成為才人啦。咁但係咧喺宮廷當中嘅12年咧，一直都冇得到李世民嘅即係呢個寵幸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咧李世民就快病重嘅時候咧，佢去照顧李世民咧，先至喺呢個情況底下咧遇上咗李治。咁然後咧去到公元649年，大概咧就係呢個李治咧21歲嘅當年咧，咁李世民咧就駕崩。咁駕崩嘅時間咧，所有冇生育過嘅呢啲妃嬪咧，即係包括咗呢個武媚娘啦，即係武則天啦，都全部咧去送晒去呢個錦業寺咧，就做尼姑。咁李治登基之後咧，一開頭咧其實咧就並未有機會咧再次接觸呢個武則天嘅，因為咧當時咧喺呢個李治嘅後宮咧就係呢個王皇后啦，同埋呢個蕭淑妃咧2個人嘅鬥爭之下咧，最終咧就令到呢一個武媚娘咧有機會重新咧就進入，咁樣呢個王皇后咧希望借用呢一個武媚娘咧去打擊佢嘅對手。呢個李治咧喺登基之後咧，其實佢喺政治啦、軍事上邊啦，
得到咗原本包括長孫無忌等等嘅人咧嘅協助之下咧，可以話慢慢步入正軌呢一個嘅從政嘅道路上邊。咁但係因為武微良入宮咧，可以話咧係完全打亂咗整個唐朝嘅政治，唔單止係後宮。咁因為一入代冇幾耐咧，就為呢一個嘅李治咧就生咗第4個仔李弘。咁並且咧就唔係一個普通嘅才人啦，已經咧喺後宮當中咧係成為超兒，即係正二品。咁而對於呢一個嘅李治咧，去重新將先帝嘅才人咧納入後宮呢一件事咧，原本長孫無忌即係佢舅父咧係唔同意嘅。咁不過咧，呢啲畢竟係皇帝嘅私事啦。咁雖然佢作為舅父咧、國舅爺咧，佢都冇乜點樣即係出面提醒嘅。但係作為呢個外戚咧，呢個長孫無忌咧，因為一件謀反之事咧，就係源自呢個房遺愛同埋呢個高陽公主夫婦咧想謀反，重新咧擁立呢個唐高祖嘅第6子咧去做皇帝，推翻李治呢件事咧，東窗事發。咁長孫無忌咧乘勢咧就剷除呢一啲喺政治上邊朝廷當中咧同佢不一樣意見嘅人，咁繼而咧鞏固佢嘅呢個權力核心。咁呢件事雖然咧喺朝廷上面嘅呢啲鬥爭咧，基本上咧都經常發生啦，古代。咁不過咧呢一樣嘢咧，亦都慢慢咧埋下咗李治同埋長孫無忌之間嘅呢個矛盾，因為咧李治想真真正正咧自己擁有大權咧，都一定要將呢啲元老集團咧係所剷除。咁好快咧，去到第2年咧，呢個武微良咧又生咗個女。咁大家知道咧，佢生咗個女咧，嗰個故事咧就有民間傳說咧，佢親手捏死個女，繼而咧就嫁禍呢個皇后。不過呢個咧我無從考究究竟係真定係假啦。咁但係咧呢件事件發生之後咧，其實呢個長孫無忌咧就知道咧武微良呢個女人非常危險，佢就多次咧反對呢個李治咧將武微良咧立為皇后。咁廢咗原本嗰個皇后嘅。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李治咧作為一個20零歲嘅呢一個青春小伙子咧，佢為咗極快地建立自己嘅權力咧，所以呢班元老咧越反抗咧，佢越要咧就偏向去咁走。咁冇幾耐咧，就喺呢個宮廷當中咧，又發生一件事咧，就係發現呢個皇后啦，同埋呢個蕭淑妃咧，居然咧發現喺佢哋宮殿入邊咧有呢個巫蠱之術。咁最後李治咧就將呢2個人咧貶為庶民，打入冷宮。然之後後邊嘅事情咧，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武則天咧正式成為皇后。咁喺佢成為皇后嘅當年咧，同一時間咧，李治亦都將咧原本佢嘅國舅爺啦，呢班原本嘅元老集團啦，包括呢個褚遂良啦、長孫無忌咧趕出京城。咁同時間咧，李治身體咧亦都麻麻地，因為佢經常咧都容易呢個頭暈嘅。咁所以咧就變相咧就得到一個機會咧，就令到武則天咧能夠協助佢參與朝政。當呢個武則天咧開始掌權之後咧，佢第一時間當然要將原本對佢不利嘅人所剷除啦，包括咧呢個長孫無忌咧就被誣告為謀反咧，然之後被殺。咁原本嘅皇后同埋蕭淑妃等等嘅家人咧，就全部都好慘咧，就被流放去到嶺南之地，即係我哋廣東啦。咁武後嘅呢種做法咧，基本上咧日漸建立佢嘅勢力。呢樣嘢咧，亦都令到李治咧開始有啲不滿咁但係咧，佢未敢出手。當呢個武則天咧大概做咗接近9年皇后嘅時候咧，李治咧就立下心腸，真係想廢咗呢個皇后啦。咁佢就揾咗呢個上官儀咧去幫佢咧立下一封詔書準備廢呢個武則天。咁但係咧呢件事咧都未準備好咧，已經有身邊人咧將呢一樣嘢咧就告發話俾武則天聽。咁武後即時咧就揾上門啦。李治就覺得咧佢本身嘅人咧性情係比較溫和啦，唔夠硬朗啦。好快咧佢就將呢個波咧就推咗落去呢個上官儀身上，就話唔關佢事嘅。咁所以呢件事當中牽連之下咧，呢個上官儀嘅下場大家都可想而知啦。以及係一眾咧本身咧有機會唔喜歡呢個武後亂政嘅呢啲大臣咧，都全部咧係被處殺。咁呢個時候咧，可以話自此咧，李治咧已經默許咗武則天咧，就同佢一齊咧，好似作為異姓咧，去共同管理呢個天下。咁4年之後咧，可以話唐朝咧係去到一個非常強盛嘅時間，因為咧當時嘅高句麗咧係被唐所滅。咁呢件事咧可以話係解決咗自隋文帝以嚟喺北方嘅一個重要嘅外患。咁所以呢個時間唐朝嘅版圖咧係非常之大嘅，大概咧係有1200幾萬平方公里。
咁最北面咧就包括貝加爾湖，最東面咧就去到朝鮮半島，西面咧就去到呢個鹹海，而南邊最遠咧就去到越南嘅橫山。咁所以話呢個版圖咧，可以話喺唐朝嚟講咧係非常之大㗎啦。可以話咧，李治喺佢整個嘅統治當中咧，雖然佢嘅政績咧就不如佢阿爸啦，唐太宗啦，但係咧佢都做咗好多實際嘅措施，包括咧就改革呢個科舉制度啦，以及咧係頒布咗呢個唐律疏議。咁喺整個嘅政治經濟上面咧都有一定嘅發展。咁但係咧，因為佢自己身體唔好啦，加上呢個母后咧長期執政啦，所以慢慢地咧呢個整個嘅朝廷當中嘅大臣咧就變成咗係母后嘅人咧係為主。咁所以後來咧喺呢個歐陽修所寫嘅《新唐書》當中咧，對呢個李治嘅評價咧係相當低，因為佢認為因為有李治嘅默許咧，先至令到呢個武則天咧係可以權傾朝野，甚至後來咧係散咗位添。咁但係聽到我頭先所講啦，李治其實並唔係冇諗過要廢咗呢個皇后。咁不過咧，因為佢自己身體不適啦，咁又冇能力去繼續咁處理啦，所以最終咧去到真係想廢嘅時候咧，後來都冇辦法啦。咁於是咧就唯有默許。咁所以佢咧就想將呢個寄望咧放喺佢嘅長子咧李弘身上。咁因為李弘咧就係佢同母后所生嘅仔。佢希望咧將呢個帝位咧交咗俾佢嘅仔咧，就能夠延續呢個李氏嘅王朝。咁但係好可惜咧，呢個李弘咧又係身體比較弱，咁體弱多病咧就英年早逝，所以咧後來李治咧好傷心咧，佢亦都追封咗呢個李弘咧為皇帝。咁雖然佢從來都冇做過皇帝啦。咁於是咧喺呢個李弘過身之後咧，佢就立佢同母后所生嘅第二個仔李賢咧為太子。呢個李賢咧為人係非常之好嘅，但係咧佢亦都係不滿咧佢嘅母后咧，即係呢個武則天咧去弄權，所以咧同佢阿媽關係咧就麻麻地。咁甚至乎有啲江湖傳聞咧就話呢個李賢咧其實唔係武則天所生嘅，係呢個韓國夫人所生。咁呢個就無從考究啦。咁當中發生過一次咧，就係武則天咧揾咗個江湖嘅相士翻嚟咧，就幫佢三個仔咧，即係仲在生三個仔咧，就睇相。咁究竟邊一個咧最有呢個帝王之相咧？咁呢個江湖術士咧，明崇焱咧就話咧，呢個李賢咧不得不似人君，即係睇落就唔似係做皇帝嘅。咁然之後仲有另外兩個咧，一個咧就李顯，一個就李旦。咁李顯咧個樣咧就生得似唐太宗，所以帝王之相；而李旦咧亦都係一個非常富貴嘅樣子。咁所以咧呢一段説話咧，即係就雖然除咗武則天知道之後咧，亦都慢慢咧傳到去呢一個李賢嘅耳邊。咁呢個李賢咧最後咧應該就揾人咧去暗殺咗呢個明崇焱。咁並且因為咧朝廷當中咧亦都有啲朝臣咧就告發呢個李賢咧同佢身邊一個近士咧呢個趙道生咧係有啲警棍。呢個趙道生咧最後俾人捉起上嚟嚴刑逼供之後咧，就不但供出咗咧呢個李賢咧係派人咧去暗殺呢個嘅明崇焱，仲係咧係承認咗兩人之間嘅關係，而且咧喺呢個東宮嘅馬房當中咧，亦都揾到數百具嘅呢個盔甲。咁其實咧就話佢咧係有意去謀反。咁既然人證物證俱在咧，呢個武則天咧就決定要手起刀落。咁當時咧其實李治咧都曾經有諗過咧要去阻撓嘅，咁但係咧武則天又唔同意，即係話所以話其實應該呢個人唔係佢個仔嘅機會都幾大。最終咧將呢個李賢咧就貶為庶人咧，就流放去到巴州。咁所以之後咧就唯有咧再繼位者咧就係阿李顯。咁李顯就冇前邊嗰兩個阿哥咧咁有才能啦，只能夠對佢阿媽咧就言聽計從。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李治咧其實都已經差唔多走到佢人生嘅盡頭，所以佢最終咧其實相對嚟講咧都算早死嘅。56歲嘅時候咧就已經病逝。咁及後咧亦都見證住咧武則天咧將呢個李氏王朝咧就改頭換面咧，就變成咗自己咧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嘅女皇帝啦。咁李治都幾懦弱啊？身體唔好啫。好啦，咁今集咧關於呢個李治嘅故事咧就講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咧，記得點讚啦、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個頻道，撳埋個啷啷。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拜拜。對住。耶！可以。留言。拜拜。拜拜。拜拜。